T-Pass 家人上北市佮桃园1200块的交通月票，民众是真肯定哦。也毋过有人是表示讲 ，T-Pass 袂当预约跳外公车的座位，只会当现场等车是真袂方便。上北市的相关单位是表示讲，因会阁来讨论改善。要搭公车路线家己决定，透过跳外公车 App 规划路线。 只要招到一定的人数，就会当开新的路线，是真受通勤族的欢迎。不过 T-Pass 几百套1200块的月票，煞袂当预约跳外公车的座位，敢会当现场等车。常要搭到公车的话，如果可以把我既定路线都预约好的话，这样我就不用去烦恼说到时候很多行李的话还要手拿着，这样子很麻烦。跳公车你还是可以坐，只是就是变成你要现场排了。可是如果不能预约的话，就等于它失去它的方便性。 大部分的民众希望 T-Pass 服务的项目会当更较快，不过跳外公车的路线是民众家己规划，是属于有计划性坐车，要用信用卡、路卡来买票，才会当预约保留座位，会当保留部分的座位，予现场等车的民众。新北市府交通局表示，公车业者开发跳外公车 App 是针对固定坐车人客的族群 ，T-Pass 是注重几种运具的使用，两种的人客是无同款。 那目前的 APP 的付费机制，它就是使用这个信用卡。T-Pass 的话，它本身它也有一些优惠，它是使用多运具，等于是说有点那个市场区隔的这个部分啦。其实 T-Pass 它筹办的时间其实还蛮紧迫的。这个 App 如果说我们要把T-Pass 纳进去，等于是说我整个系统可能要做改版。可是现在其实预约座位这个制度又实施的算是很顺利。 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要再做衡量。公文处表示，坐跳外公车的民众大部分拢是往回新北甲台北市，未来会甲新北市交通局讨论，看敢要甲跳外公车的座位纳入 T-Pass， 提升便利性。记者综合报道。